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运之传统流派艺术33个专场。徐运之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唱演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旋律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的节目，全是33。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运之老先生最后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了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只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团的沈中华、尚小云演唱。豪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地了。打着无锡龙丁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呀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科技当营的，对这样一对，两人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，美人与我一笑旅行。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多情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也为主呼吸龙丁镇，当不好也要急的了，让我太边浪上衣裳一撩，再翠香多少手。不晓得今朝是什风呀？搿只船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芦声，呜呜呜呜，爸爸。你那不帮帮我个忙啊！我不是很长天又苍穹，你们为什么今朝也吹
神，风下大草，东风不雨，虽然别举在东风分偶龙。来听啊，当你商量商量。可能给吹住了风，吊住了风，将书送到我家中。那么书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喊雨吹不了下。我还去板头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撩衣，大步西北走，再过来嘛，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。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！答应在哪百年，那不能得吹下把腿子问，对后面落下一口嘛。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那不是这个，我观察个他小手跟那大手的背吧。对，所以对的喉咙了嘿，啊，手家过来，手家过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蛇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过，听见有人了嘿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里呀打稿子，还是八头叫？是呀。哦，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美腾腾，那是个美的叫。手脚，哎，快些呀，过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现在在确实，刚才这时候也得慢腾腾过来呀，一人有的快着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忙着手头拉下一片，开始。半个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回去呀？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走啊！书家，对，你可曾看见这边有一只大嘴？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呀。你与我最给这只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昨日打来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。平常八头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的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树树起里面70个洞的，你不敢讲呀？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吨本我要，为高5吨1斤泥光叫，想么不想？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玩意儿，再干么个吧？莫非1两分银？1两，1两银子，1两银子。我比你不贵呀，不贵。当然外地啥时不举于大理的呀？搿只大手带路，当我也不晓得。大手也1年，小手跟1年；大手也10年么，小手跟10年；大手也1年么，小手也跟1年的了哟。这个也是么是不举着哇？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水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这半月来回个。真的啊！哎，我上次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呀，也随便弄样，牛浪向滴一滴，当心啊，别滴楼里向去。对的。来，土粉挪到水里去个饼，忙着牛浪向腾一滴，哎呦，那是灵的噻！
今朝我最上一只海山哟。手里落下一走，两个眼睛盯了大手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人毛毛红米落下个风筝吧，对。不懂的，手家，我乃是本你姓什么啊？姓啥么姓啥，大少吃口呢？你们十个头了吃口了，你自个不懂的，姓什么啊？我姓啥？我再讲对不对？听听了，我姓么姓窦，对面一个周，八地市，叫窦周窦四姑。哦，这个名字也敢讲。哦，不问的是，我为个丫来，什么丫哇？大家讲啊，那边看不起这只小肉啊！哦，我这只小肉啥子出些个风头的？去年知道了，谁当我们的箱子夹得嘞？在下龙树衙门多么豆肉不肉，孩子你这种小肉，等于死汤子不想吃皮肉。去年知道那有几个衙门吧？你不啥人的？哪几位呀？一个嘛是了范章人，个做主山，个做豆芽，你很操力的多。是。还一个嘛是那个天空的本身名本豆芽，这个嘛是那个大虎王，个大八虎个吹的个啥？首长，你不要骂人啊！怎么？你为什么要骂人啊？我给那件骂人呢，我就打你野汉。我野汉是干野汉发干。我打个野汉，没有吹你个死了，是俺骂的呀。原来如此。介绍的多，伤我个肉啊！
我出头呀，已经笑眯眯对我看，帮出头呀。你自家动眼你自找帮眼，我不是那个实配啊！你说这对我看叫？是啊。哎，知道要谁问我这样？问我那是姓啥介绍？我说我们姓到，对面的走，屋里下房，第四家到走到四个。哦。出头要一听嘛，是那个人不好，姓了名不对，那个人但是动作可不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们几个要还不能。什么呀？俺们也少要，然后出头要当我们几个要还见米粒用。米粒公，你见米粒公了？我们知道要说就说米粒公，那么知道要当告示这样，就是你们米马鱼仔、地马鱼仔，供那个一代不用三用四吃了五仔。米粒公，哎，我见米粒公呀！哎，啥人喊我米粒公？我顶恶心，都是叫你米粒公。别我米粒公啊！这个受老人家真的有几个，孩子的米粒公为要考我呢。一个位置想想，你刚刚区不过，当面了骂我三门，那么呢哈，心情就开心。听本书讲，你家中呢一直为领真呐？哎，白玉啊，你那个真哪能够厉害了？真样？方才我真心现在领证，领证啥意思我不懂啊。孩子女生家客套们，谁叫领证？哦，你是带人家考去见领证啊？是呀。我比方说，我屋里向一个儿子，我带人家考来，我讲我屋里向给个领证。对呀。哦。是为领证呐。跟我带来考来了。啊。我们那是，我屋里向给5个领证。5个领证。哎，给5个领证的。哎。5领证是不良心的呀，谁知动力不给我用的？跟2领证还得女班噻，今朝把5日分出来的。3领证了学堂里向读书，学也老的呀。4领证是刚刚会得冒水路了，个5领证是摆了水里向吃闹闹嘞。为领证。我给5个领证啊！哎呀，我也满意啊！我还得你配对了。你姓啥叫啥叫？这个嘛，娘娘。你姓这个叫娘娘。我不能对你说姓唐过，说是姓子唐，你口猜，大家想出来过。一周年的么鱼子，让我们姓地方，唐吃在吃里上比米的么是第一个哟。对，说问侬呢，姓地。地下公。不地下公啊，我也问问你嘞，你屋里还该几个领证啊？我一共都没有的呀。也干不干？是呀。哎呦，我屋里向多给个领证呀，费啥噻？我带没斗气呢。我个小领证，手指不能是那个大领证。对，我就不念。哎呀，我不肯不呢。哦哟，我几句说，都是带个噻。喂，都是了，带一步，写字了，与你哪里有？来了。可虚呀。带谁？像大嘴之上的神，我一个都不认识的呀。地下公啊，都是老你呢，一家不认得个。大嘴之上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。你还是老发痴啊？都是老一个人啊不认得嘛，你来喊我这小时跟了背呢？我不能为你说呀，为着吹响哟。那么哪办你吹响讲不难听是侬随便哪不说得的。一周年的么鱼仔，让我侬吹响2个字点出来吧。对。米地公，实不相瞒，我在红曲山播音地上嘛，遇见一位美人。我一个美人啊！是呀。美人嘛，谁个编织个女人哇？都是他的。对呀。哪家？他与我履行一下。如今这位美人呐，虽在大罪之上，故而我将你罪给这大罪呀。写得在。哎呀，这家看得后毛伶伶的。怎样啊？地下公啊，这豆乳的少男伙计。不知晓。不晓得。豆乳也你们写入跟一年。对呀。豆乳也是你们写入跟10年哇。不错啊。豆乳也你们写入跟1年哇。是啊。年终总归1两哇。1两5年。比你个。比你的。
贵呀，不贵。那个来句啊，不句么是不句啊？那个人个门槛太紧着喂，我干打，我别也说他个，我不里想为5个零真的嘞，啊，那我5个零真去吃西北风啊？你别带自个不晓得带烧然后害我带爷啊！别带不爷啊，不看叶子，是法文，和你商量商量吧。啊，书家，哎，不爷了。你要一天我这里1、200元，你可要费呀？哎呦，我做证啊！你天亮？是呀。这是也是两的嘞。对呀。我是我爷那个不你的呀。爷了。大把后2张眼睛，但一拉顶来都是口子。崔香，你出来呢？你出来嘛，我可以等你爸爸肚子呀。等子一歇，不出来，一起得来。外公的来带个手老人看看嘛。哎，爷了。哎，但是呀，啥子？去年我的文证明做主赛，还手里了他写手做主赛，家里唱2只3狗。哦，一个3狗倒是唱得呱呱叫的。但不是这个，我现在关在里来唱3狗。阿姨说春香一旦出来听3狗嘛，我可以得里打对子啊。对个。啊，书记呀！哎，第3个。问的你为包唱红歌。是外国啊！我只会唱3狗，那我唱红歌就。山上唱歌不叫山歌，红米上唱歌是叫红歌啊！一分当该。是啊。我在那时间讲起来嘛，中的唱上去啥叫？云歌。中的呢？农歌。我有分当噶。是呀。哦，要在那时间是起来是大同师傅唱不想叫东沟，大叔我唱叫苏沟，连师娘娘唱不想叫四沟，放屁屁沟。啊，还有对我只会唱3沟啊。3沟是3沟，唱几阵上相公听这么一听。你听3沟啊？是呀。还得是没还。不记得不唱了。爷爷看着光子。你唱一阵，我给你1、200元口好啊！唱一支3沟包1、2银子。是啊。可是有一唱给个中3亿。哎，各位，唱一支3沟1、2银子，哎呦，看上去欠账来哇。是啊。我站起来到米的是不来吧？不放不，祷告做生意老实。记账一给到那我落雨天披了身上像一手衣，我唱一支3沟。你那手艺上对根手艺慢慢数1、2银子啊！看吧，我给他为着狗指头了，哎，你抱着这狗指头里向，哎，是你们这说，唱啊，唱啊，唱啊！父母那生活3月份唱这副抓来是，那么我来唱啥歌啊？喉咙气特张满子呀！哎呀，你快去唱啊！你别打断我吧，李相公啊！第一首3沟么带你呼吸，哎，你听下唱。我唱孤影的浪漫，看见一个小舞队，我看见个崔香喂。新高郎，里拉多个背呀一对，我是里拉吹响背喂，对呀。因为后上里拉不必不能开三叫你们打字谁了，这还是个肥肥个香。这从此分开啊。拥有那般里那个头。放屁！是的。放你的狗屁！那为什么不能捧的呀？不反对这里的。哎，我也捧对的呀。哪办的呀？一定要捧对的。哪办的谁办的啊？哎，这从此分开啊，立刻谁办里那个头。好啊！灵个。书记啊，这是谁狗唱
那个？好哎，我现在还听歌。再唱啊！哎，我记得弄进房嘿，毛巾快递跟那的。一个慢慢往中柜子的玻璃上一放。哎呦，一两子。山东的饭呢容易呀，没容易给一两岁呢。哎，来替你帮帮忙呢，那个风也大啊，你弄银子吃了屋里下去的。哎呦，一两子，我再唱了。你唱啊！哎，再唱这三个么别人呢？这三个上啊！哦，唱的是都人的叫你把这个博人了，对面老爷都人不能博人的呀。是啊。哎，你做都人了。我是都人。哎，我们来听下子啊。房门不肯开，为什么啊？老爷气灾，啊，哥哥先叫你出入，不让哭呀。哎，哥哥先叫你拾起姐姐拿块水泡，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今朝妻子啊！哎呀，几时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这个老婆人呀，哦，床上的谁要杀气？哎，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啊十六，那么虚呀香。带灯那么笼啊里个红花向我开。没来，你唱错了。哪唱错？红花是向内开的，怎样向外开呢？哎，有向我开么？你不来的呀？这红花箱子我开了来，你不来的？他不回来了不认了，不认了呀！哎呀呀，书记啊！哎，这山歌不好听。不好听啊？不好听。俺是人家。不是的。我那面是不唱吧？根本来哪呢？我们要听都行的呀。你听都行了。是呀。你都不进来嘛？你不是乖，你听下子啊。大山的嘛天亮在，谁叫你个房门不肯开？哎，哥哥，谁叫你个把我楼顶亮起来？我了水里了都靠眼里。是的，龙啊，你今朝妻子啊，哎呀，几时来？这个狼的怎样啊？这个狼都人噻。哎，介绍的哈了狼可以啊。哎，你听下子哦，这个狼似的，带灯针啊，梅花泥啊，花三个大花四个两尾五啊，十六龙啊，红花青啊，红青，那么非要千机我无。带灯那么带块飘香，我为主来。啊，书记啊，妹，这个狼去得太久了，妻子不跟我得了。我要他早些回来。哦，一早就去。我与你相遇。大家商量，好啊。大家商量，总归还商量。那么我家里亲爱的出来，为呀子，哎龙啊里出来，哎五呀里出来，四呀里出来，我说叫不起在，片头带子就说今天我打。我三等我在手头上来着，那个打土粉饼了，杆子了随便啊，也随便弄样，我老想点一点，当心啊，别在楼底下去。对的。来。土粉挪到水里吃个饼，忙着我浪向腾一点。哦哟，那是灵的噻！哈哈哈，今朝我街上一只海参鱼。
正手地往下一走，两个眼睛冰呀都揉了老口，口子一吸，眼睛在收着。这个，两个人毛毛红米浪像个风筝吧？对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听众，今朝这个一场呢，是台市名家徐云芝手痛流派艺术33个周场。徐云芝老先生为了平台事业，贡献了你毕生的精力，热血弹唱演，四人一派。特别是你唱这个流派唱腔实力，更是风靡江南。那今朝5只节目呢，侪是上片台视33个精彩线头。除了专业演唱的节目就是33，所以今朝这个一场演出呢，是对徐云芝老先生最后的纪念。对听众来讲呢，旧梦重温是一次艺术享受。好，我不多讲了，要拿宝贵的时间留给那听众欣赏节目。第一场节目是最最与苏州市平台团的沈中华、尚小云演唱。豪门才子大不好啊！让苏州后区赛观音殿了，打着无锡龙亭镇河乡府里向老太太身边的屋头啊，叫翠香，介绍翠香可见当人的，对这个一对，两人一起，对里微微一笑，哎，哈哈。美人与我一笑旅行，当然开心啊！像翠香对我多心嘞，倒是翠香现在跟着老太太我投入，也为走无锡龙亭镇，当不好也急的了，让我太边浪了。上衣裳一撩，再吹响多少手？不晓得今朝是顺风呀，搿只手开得来得个快，悠悠叫只听见一旁芦声，呜呜呜呜啊！我不是很唱天，又唱中。你们为什么今这夜吹笙？风向大草，东风不雨，虽然别举在东风问我龙来跳。当你商量商量，可能给吹住了风，调住了风，将手送到家中。
那么手送到我屋里面的喊你，我是汉语吹不两下风。那么我还去排队吹响子，衣裳撩一撩起，他是凉意。大步西北追，追过来嘛！哎呀，做啥呢？那些西北路不通，说是这口气前面各开一条气哟。答应在那陪你，那不能得春夏把对子问，对后面落下一口嘛。嘿，后当中遇着小手了嘿，那不是这个，我关着个他小手跟那头手个背吧。对，所以这个喉咙了啦嘿，啊，守家公来，守家公来呀！隔壁后当中啊，定下一只八头人，今朝这个生意嘛请不过，听见有人了啦嘿，哎呦，我生意来着，那是你呀打稿子，还是八头叫？是呀。哦，来这来这，哎呀，来起来嘛，啊嘚儿，慢腾腾，啊嘚儿，哦，那是个美的叫。守家，哎，快些呀，公来呀！我比外头生意叫快点吧，现在在昂嘚儿，确实，刚才这时也得慢慢慢腾腾过来呀，现在有的快了，这张手头过来嘛，手头要上到崩后浪向去了。等冒着手头浪向一片，开始。半日就说了，临时我就喊我开始啊，你不是明白喊我开单说哪回去呀？哎呀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心特绝，忘记特着我。啊，守家，对，你空人开机，随便一只大嘴。哟，这故事啊！是啊，是的呀。你与我最给这只大嘴呀！哦，写得在，干嘛朋友啊？终于到你刚刚高的关，多少手臂呀？他的计划叫。平常八头啊，只有3个洞的，今朝投入顺风草个蹦起火快得来，嘿，我太多的，靠一个一人在松树树起里面70个洞的，你不敢讲呀？比我们的太一人，你差，为5本本我叫，为高5本一斤泥光叫，想么不想？切一只嘴头，嘿嘿，玩呀，这个我们这个，莫非1两分银？1两，1两银子，1两银子，我比你比不贵呀，不去。当然外地少是不举于大理的呀，搿只动手带路当我也不晓得，动手也1年，小手跟1年，动手也10年么，小手跟10年，动手也1年么，小手也跟1年的了哟。这个意思么是不举着哇？啊，手老娘弄错的呀，1两银子啊，呵呵，1两银子跑个都是我出山出去地走来，大家在弄走呀。这半月来两位个，真讲啊！哎呦，爸爸。
公姐姐呀，你是生于家里名誉哈，取下官法官黑公。岳为官，我必用金星水口司令龙，你的发明在于几岁兄。这口气大如浪啊，如果蹦的吵起来，哎，个蓝天哟啊，你那副宝宝我个忙啊！